人权团体敦促泰国当局不要把被关押在泰国长达8年之久的50多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15年7月，泰国将173名维吾尔人驱逐到土耳其，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1周后，泰国又将109名维吾尔男性遣返回中国。在泰国，以赐予人民权利基金为主的10几个人权团体，在6月15日向泰国议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议会采取措施，避免将关押的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国将其所能让中共兑现25年前香港回归时做出的承诺，确保港人的民主权利。约翰逊是在香港回归25周年纪念日在社交平台账户上公布的一段视频中，表明了英国政府对目前香港状况的立场，指出中国没有遵守香港回归后继续实行一国两制的承诺。澳大利亚总理7月1日到访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会后承诺与信任、尊重和诚实回归到两国关系中，并从莫里森政府去年取消与法国海军集团价值900亿欧元的潜艇合同所造成的损失中走出来。去年，莫里森秘密谈判购买美国计划的潜艇，放弃欧洲与法国在2016年签署的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合约。2021年9月16日，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3国宣布了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维基百科是一个全球性的互联网百科全书，用多种语言编写而成，最大特点是内容自由编辑。前不久，维基百科中文版上演了一场闹剧，一个名叫哲某的作者在编写了上万字的文章，并修改4800多次，至少创建了206个词汇。美国国防部7月1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8.2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其中包括新的敌对空导弹系统和反炮兵雷达。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东突厥伞协会继续照顾父母受中共破坏的维吾尔孤儿。东突厥伞协会于2022年6月30日在维吾尔侨民集聚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了活动。